大家好，我今次同大家分享，我係一間幾近旺角地鐵站嘅新開酒樓嗰飲早茶。我係喺 Google 網頁睇到呢間酒樓喺今年嘅2月11號先開業，喺度開業已經超過咗2個月，同埋我睇過佢開業初期，主打係晚市食海鮮同埋食小菜，仲有就係我覺得佢哋生意對象係啲高消費群組，所以呢間酒樓喺開業初期係冇早茶時段。當時我已經知道呢度有間新開酒樓，因為佢冇早茶，所以我冇理會佢。我今次喺附近揾下睇有咩酒樓，見到呢個樓下嘅門口貼咗呢張海報喺度，原來呢一度而家開埋早市時段，可以喺度飲下早茶。咁我想去上邊試下，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下。早晨。早晨。一位啊？一個。有得坐啦，有。你哋飲早茶飲到幾點？飲到11點半，11點半係孖寶。11點半孖寶。係啊，有飲。需唔需要搭台啊？咁你唔想得啊？自己坐一張，有台有。有台就可以自己坐一張。係啊，你如果想坐一張，坐一張走廊嗰啲啊，靜靜地嗰啲。好啊。你入去咯。好啊，唔該晒。叫佢開茶俾你。好啊。一個人。呢邊請啦。嗰邊有冇位啊？嗰邊。啊。即係話呢度咯，走咗啦，有一種。哦，都好。呢度可以嗎？可以。點台點飲乜茶咧？有冇龍井？冇，有普洱鐵觀音。鐵觀音啊，咁樣。哦，鐵觀音請坐先嚇。嚟呢間酒樓飲茶，好似我咁一個人嚟嘅話，基本上係需要搭台。我今朝嚟到嗰陣時就唔好多顧客，呢一張可以坐4個人嘅小圓台，我自己一個人坐晒。我喺坐低嗰陣時開咗呢一壺嘅鐵觀音，佢提供嘅屬於茶包，喺裏面嘅茶葉睇嚟都算係翠綠，數量嗰方面睇嚟都算係幾多下。斟出嚟嘅茶水顏色帶有啲淡黃色。跟住睇下佢哋正價點心價錢同埋茶錢。佢哋嘅早茶時段係平日星期一到星期五朝頭早8點至到11點29分。喺平日星期六嘅早茶時間只會去到11點29分。喺早茶同埋下午茶嘅茶錢係12蚊一位，午市時段就會收15。早茶同埋下午茶嘅小點都係21個8，最貴嘅頂點係40個8。喺星期日同埋公眾假期係冇下午茶時段。早茶嘅時段係朝頭早8點至到9點59分。喺早茶同埋午市時段嘅茶錢係收15。啱啱睇完我張點心價目表，而家同大家睇一睇呢度飲茶環境係點。我到達嗰陣時已經過咗朝頭早嘅10點鐘。呢度嘅飲茶環境睇嚟都算係幾光猛。呢度嘅地方睇嚟又唔算話好大，好多位置都擺放咗唔少嘅座位。座位同座位之間睇落都算係一個幾好嘅距離。嗰啲坐位睇嚟就唔算話好逼夾。喺外牆嗰度裝咗啲透明玻璃喺度，喺光線嗰方面都算係充足。呢度嘅樓底都有咁上下高度，應該係冇嗰種壓迫感覺。我喺度拍緊飲茶環境嗰陣時，見到好多座位仲未人坐，喺度飲緊茶嘅顧客就唔係好多，可能有好多人仲未知呢度有間新開酒樓，或者係呢度嘅早茶開始咗冇幾耐，好多人仲未知道，又或者呢間酒樓所在地點又唔係真係咁理想。呢間新開酒樓開正喺上海街，喺酒樓兩邊附近有啲地方我睇過，仲有啲鋪位仲未租得出去，同埋呢條街喺日頭時間都人流都唔係好多。呢度除咗多車喺馬路行之外，呢一段嘅上海街好似冇乜人氣。不過夜晚時段呢度會唔會好多人流我就唔清楚。呢間酒樓有可能喺晚市同埋宵夜時段會多翻好多人嚟幫襯。每一張單嘅消費可能屬於大銀碼。假如唔係真係咁樣嘅話，好似而家早茶時段咁嘅情況，分分鐘都要排定隊。睇下佢哋呢張嘅早茶時段嘅特價單。呢張單嘅供應時間係平日星期一到星期六朝頭早8點至到11點29分。喺星期日同埋假期只會供應到9點59分。喺張單左邊有2款蒸飯同埋2款粥，價錢分別係20個8同埋18個8。喺隔離有3粒嘅燒賣王，價錢係14個8。再睇隔離有9款嘅點心，價錢係分開4種，分別價錢係21個8、23個8、24個8同埋25個8。頭先睇嗰啲點心喺星期六日同埋假期係會另加3蚊。喺張單嘅下低有一份38個8嘅醒神孖寶，喺禮拜六日同埋假期呢一份孖寶係會另加4蚊。喺選擇方面有2款飯，有2款粥，喺呢4款裏邊先選1款，跟住再喺隔離嗰12款點心裏邊選擇多1款。我今次喺度早茶一盅2件，試下佢哋呢份38個8嘅醒神孖寶。喺選擇方面，我要咗一份鳳爪排骨飯，再要多一份唔係間間酒樓嘅孖寶都會有嘅懷舊燒腩卷。阿姐唔該，唔該晒。等咗10幾分鐘，首先嚟到就呢份鳳爪排骨飯。
豉油我都跟平時一樣叫阿姐分開上。呢一款蒸飯拎到埋嚟嗰陣時，見到個熱度都算係足夠。喺初步睇落去嗰半邊鳳爪同埋嗰個排骨好似都幾唔錯咁。攞筷子夾起嚟睇嗰陣時，呢一邊嘅鳳爪嘅色澤睇嚟都算係幾晶瑩，同埋睇落去有啲彈性。鳳爪嘅肉同埋啲骨睇嚟好似冇黐到好實嘅情況。肉質方面睇嚟都算係幾嫩，應該就唔似硬柴柴嗰種。喺面頭仲有綠色同埋紅色嘅辣椒嚟做配襯。排骨嘅數量應該算係足夠，都有6嚿咁多。同埋睇落去似係屬於半肥瘦嗰種。呢一嚿排骨嘅肉質望落都算係幾晶瑩。喺面頭仲見到係帶有啲肉汁喺度。嗰啲白米飯睇嚟應該算係粒粒分明。嗰半邊嘅鳳爪差唔多有半隻匙羹嘅長度。我將啲飯畢去另一隻細碗嗰度，睇嚟似係有2隻細碗嘅份量。入口嗰陣時，呢一邊嘅鳳爪係有少少甜甜地、辣辣地嘅豉汁味道。喺咬落嗰陣時又唔覺得好韌，都算係幾爽滑。嗰啲排骨嘅調味都算係啱啱好。喺咬落嗰陣時覺得係有口感，同埋都算係幾腍。呢一款鳳爪排骨飯嘅質素嚟計都算係 OK 嘅。不過用我個人覺得呢個蒸飯用個不鏽鋼兜載住，令到呢款蒸飯嘅外形同埋外觀冇咗咁好。亦有可能呢款蒸飯係想走懷舊點心嗰種模樣。最後嚟埋嘅就係呢一款懷舊燒腩卷。一籠係有2件，初步睇到個外形同埋賣相好似都算係唔錯。用筷子夾起嗰陣時，嗰層外皮就唔會話好容易整爛，同埋見到包住裏邊嘅餡料都包得幾紮實。喺份量方面可以遮晒成隻匙羹面好多。跟住我用筷子整開層外皮望下裏邊，裏面嘅醬汁就唔係好多。呢件燒腩肉我初時諗住係肥肉多過瘦肉，但係而家睇到瘦肉多過肥肉，同埋夾起嗰陣時覺得算係有啲彈性。呢件燒腩肉睇嚟都算係幾晶瑩，喺外層嘅位置仲見到帶有啲肉汁。喺份量方面睇嚟都算係足夠，可以遮晒成隻匙羹面好多。呢一件芋頭睇嚟算係幾鬆化。我攞筷子夾起佢嗰陣時，我係用好輕嘅力度。如果我用力嘅話，有機會係斷開幾嚿。喺份量方面睇嚟應該屬於正常。喺入口嗰陣時，嗰層外皮有啲咬口，係帶有少少韌性。燒腩肉咬落嗰陣時覺得幾嫩同埋幾腍，不過裏邊嘅醬汁就覺得少咗啲，同埋我覺得南乳嘅味道就唔好足夠。芋頭入口嗰陣時都覺得算係幾鬆軟。呢一份懷舊燒腩卷，如果想食得健康啲嘅話，其實都算係唔錯。喺結帳嗰陣時，一份神乾孖寶係38個8，一個人嘅早茶錢12蚊，計埋加1總數56。睇下佢哋正價點心單裏邊有啲乜嘢。喺張單嘅左邊嘅蒸點，一共有19種嘅選擇。有一份屬於小點嘅就係潮州蒸粉果。喺隔離有7款選擇嘅就係煎炸點。喺下低有5種唔同選擇嘅腸粉。再睇落有3種唔同味道嘅甜品。喺最下低嗰度有廚部美食，有2種嘅選擇。喺朝頭早11點後先有得供應嘅明爐燒烤，一共有22種嘅選擇。佢哋嘅小食都係11點後先有得供應，一共有10種嘅選擇。喺下低嘅廚部粉麵飯都係11點後供應，一共有11種嘅選擇。佢哋有啲午市時段嘅特價單擺喺台面，我就攞嚟睇。呢張午市特惠有每一隻28個8嘅紅燒 BB 乳鴿，供應時間係逢星期一到星期六中午11點至到晏晝3點半，同埋係每一個人只可以叫一隻。佢哋仲有呢張午市精選特價單，呢張單嘅供應時間係朝頭早11點至到晏晝3點半。佢哋有一份燒鵝粉麵飯套餐，價錢係328。喺禮拜6日同埋假期，呢份套餐係要加多20蚊。首先係會有一份例牌嘅半島燒鵝王，跟住喺中間嗰度個8款炒粉麵飯選擇1款，最後喺下低個8款點心裏邊選擇3款，跟住喺隔離有4款午市特惠點心，價錢分別係21個8、23個8同26個8。喺單嘅右邊有3款嘅午市特惠粉麵，每一款嘅價錢係78。另外仲有2款唔同價錢嘅小食。喺下低仲有一份248蚊嘅午市粉麵飯靚湯套餐。喺禮拜6日同埋假期，呢份套餐係會加多20蚊。首先係會有一份老火靚湯，跟住中間嗰度嗰6款炒粉麵飯嗰度選擇1款，最後再喺下低個8款小食嗰度選擇1款，最後睇埋一份248蚊嘅超值燒味餐。喺星期6日同埋假期係要俾多10蚊。喺選擇方面有4款嘅燒味選擇2款，呢個餐跟住係會配一碟灼菜心，再加一鍋嘅上湯瀨粉。佢哋呢度仲有一張午市推介，有一份238蚊嘅上湯焗瀨料蝦衣麵底，喺側邊有個括號係4隻，跟住係會送一份迷你蒜子菜心。我問酒樓攞埋啲下午茶嘅特價單嚟睇，喺張單嘅左邊一共有12款嘅點心，價錢係分開5種，分別係有21個8、22個8、23個8、24個8同25個8。
跟住喺隔離有4款嘅野味小食，價錢分別係38同58。最下低有每一碗計嘅特價燒味粉，一共有4種嘅選擇，每一款嘅價錢係28個8。最後睇埋有5款選擇嘅下午茶必食迷你粉麵飯，每一款嘅價錢係58。呢度仲有一張下午茶優惠，有4款嘅燒味瀨粉，每一碗價錢係28個8。最後係講一講交通，我坐地鐵嚟到呢個旺角站，再喺E1嘅出口直行過去朗豪坊。我今次去嗰間新酒樓飲早茶，嚟到呢度嘅時間都仲未夠10點半，暫時唔可以由朗豪坊呢個門口通過去上海街嗰邊。如果晏啲嚟嘅話，可以由呢個門口打橫通過去上海街。咁我就過咗馬路之後，跟住轉去左手邊嘅方向，向前行都冇幾耐，跟住環嗰條山東街嘅路口。過完馬路之後，跟住轉去右手邊嘅方向，繼續向前行。沿住呢個行人通道向前行多少少，就會嚟到呢條上海街。跟住轉去左手邊，繼續向前行。行前都冇幾耐，跟住環過呢條豉油街嘅路口。過晒馬路已經差唔多到我今次飲早茶嘅新開酒樓。我今次飲早茶嘅新開酒樓就喺對面行人路嗰邊嗰座大廈嘅1樓。喺呢個正門行入去，搭升降機上去1樓飲茶。我今次飲早茶嘅新開酒樓就係呢度半島碼頭，地址係喺上海街479號地下及1樓。由地鐵站口嚟到呢度步行時間大約6分鐘。各位，呢條影片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喜歡條影片嘅朋友請俾個 like我，仲未訂閱嘅請撳埋訂閱掣啊！下一條影片見。